但市巨人少棒队伫台湾棒球历史上有伊的特殊意义。第一届巨人杯少棒比赛对16队到今年已经增加到40队，咱台南就派出13队参加。其中委特嘛亲自到场替选手加油打气，希望将冠军留伫台南。同时开球正式展开为期5天的赛程。会中体育局长嘛代表市长致辞，强调拍球交朋友，争取上好成绩。我谨代表台南市的市长黄伟哲先生，还有台南市的市民，欢迎来自我们全国11个县市40支球队的小朋友们到我们台南来做客。我希望我们同学在台南比赛的这段期间，以球会友，交很多的好朋友，也到我们台南市的各景点、美食区去吃很多好吃的东西。那在比赛期间，希望我们小朋友们都能注意安全，好好的比赛，争取最佳的成绩。伫市场正式开球授旗以后，比赛将分别伫亚太国际棒球场、安庆棒球场以及小北棒球场展开。最后冠军将伫29号诞生。欢迎市民朋友到场替台南队加油。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